印度同巴基斯坦呢兩條友啊，兩個都小氣鬼嚟嘅。講好咗停火，轉頭又開拖，兩個好似細蚊仔打交咁。下一分鐘就到停火時間啦。印度啊，最後1分鐘揸緊時間啊，射個導彈過去，驚死蝕本咁，仲要打死咗巴基斯坦5個飛機師，其中有一個仲要係飛行隊長添。咁你巴基斯坦啊，梗係興啦，又打，咁嘅態度啊，點得噶？歡迎收睇財經。巴基斯坦啊，窮到褲穿窿啊，長期要中國接濟嘅。印度啊，外債1萬幾億美金，仲要兩條友學人打空戰，唔貴嗰樣都唔打，掟下石仔咪算咯。你依家又飛機又導彈，大家都唔見錢啊，仲要打嗰啲100幾架飛機嗰啲大型空戰。巴基斯坦隨後還擊。今日講下咧，印度嘅陣風咧點解咁鬼水嘅？今日陣風咧就搭載咗號稱可以抵禦 F-22鎖定嘅 Spectre 嘅綜合電子戰系統嘅。今日呢個系統咧就集成咗雷達告警接收器 RWR、主動干擾機 DRFM 同埋駁條紅外誘耳發射器嘅。能夠喺被敵方雷達鎖定嘅時候咧，就發出預警嘅，即係啲啲啲啲啲嗰啲聲咧。隨後就會自動釋放干擾波束或者誘耳彈，躲避導彈嘅追蹤。喺北約歷次嘅演習當中咧，呢個 Spectre 咧就曾經成功干擾美軍嘅雷達嘅，甚至 F-22都冇辦法鎖定架陣風嘅。咁今次係點解咁濕鳩咧？咁今次嘅印巴空戰裏邊呢，架陣風直到被擊中嗰一刻呢，都冇發出過鎖定警報嘅，即係啲啲啲啲嗰啲聲啊。仲要印度飛行員之間嗰啲對話呢，係被巴基斯坦嘅成功破譯同埋竊聽嘅。根據個錄音內容呢，陣風編隊裏邊嘅一架戰機突然從通訊中消失，然後隊長嘅戰機就睇到爆炸嘅火光。咁個陣風就俾人打咗落嚟啦。好，咁我哋再睇下巴基斯坦係點樣打嘅。嗱，10搭載嘅呢隻霹靂15嘅空對空導彈呢，佢係有2次點火系統嘅。佢嘅射程呢，就大概係200公里。咁啊，進入咗射程之後呢，個10就向陣風嘅大概方位用高拋彈道盲射支霹靂15出去，即係話個10冇鎖定陣風就發射支霹靂15出去。喺咁樣嘅情況下呢，個陣風係唔會有警報嘅。之後呢，個10就即刻關咗雷達，掉頭走人，進入靜默狀態。然之後呢，走高拋彈道嘅霹靂15呢，就交由後邊嘅預警機控制嘅，一直通過雙向數據鏈加衛星加慣性制導，去到末端啟用2次點火嘅時候，距離嘅陣風只有20公里。而霹靂15嘅彈載相控陣雷達呢，採用嘅係 TWS 低截獲模式，鎖定陣風嘅同時並冇觸發任何嘅告警系統，因為佢唔使一直用個雷達不停咁掃射個目標嘅，由頭到尾嘅陣風都唔知道有導彈向自己發射咗過嚟。成個過程就係紅旗防空就掃到嘅陣風，然之後咧就將坐標就交咗俾10。個10咧盲射咗支霹靂15之後咧，就由預警機控制支霹靂15修正彈道，去到20公里距離嘅時候，再啟動2次點火，擊中架陣風。霹靂15嘅飛行速度係4到5馬赫，即係4到5倍音速。距離嘅陣風剩翻20公里，再啟動2次點火鎖定你嘅時候，你響警報已經係冇用，已經係 definitely hit， 跳傘都嚟唔切啊，死梗啊！好，我哋再睇下印度嗰套大集會啊吓，印度自身係好大問題嘅。一般情況下呢，係靠預警機嘅主動雷達鎖定導彈，並告知戰機躲避。問題就出喺呢度啦，個濕鳩印度買嘢呢，就唔係配套買嘅，
戰機就用法國嘅陣風，預警機就係以色列系統嘅俄羅斯飛機，啲軟件同架陣風都唔匹配嘅，根本就冇辦法同架陣風進行數據互動。你直情可以理解為咧，印度架預警機咧係幫唔到架陣風嘅。咁你話嗨唔嗨啊？陣風呢啲戰機就唔係俾你近距離狗鬥嘅。印度佬買裝備咧，就同李鴻章買軍艦一鳩樣，好似街市買餸咁。美國貨又買啲，俄國貨又買啲，法國貨又買啲，又互不相通嘅，大集會炒埋一碟，真係鹹酸菜炒牛歡喜啊！又壓又臭，根本就係外行領導內行。印度唯一可以打贏巴基斯坦嘅條件就係巴基斯坦好窮。巴基斯坦根本就冇錢打。客觀啲睇下呢次衝突啦。4月22號，克什米爾一班印度遊客就遭到恐怖襲擊，就死26人，全部都係印度教徒。嗰啲恐怖分子呢，仲要特登就留低一名幸存者，目的就係要呢名幸存者呢，將此事告知印度當局。咁克什米爾地區咧就係中國、巴基斯坦、印度3個國家分別控制嘅。咁今次印巴衝突嘅起因呢，就係克什米爾嘅印控地區穆斯林聚居地，近嚟又多咗好多印度教徒入去聚居，於是呢，一個叫做抵抗陣線嘅穆斯林組織呢，就要將克什米爾地區嘅印度教徒全部驅逐出去。咁啊，呢個抵抗陣線組織呢，就宣布對呢次嘅恐怖襲擊事件負責。而呢個抵抗陣線組織嘅總部呢，就喺巴基斯坦境內。咁正確嘅做法呢，就應該係巴基斯坦你應該出面聯合印度一齊去追捕並且打擊呢個組織嘅。事實上咁樣屠殺平民呢，係觸犯咗國際法嘅。我哋應該對事不對人啊！你巴基斯坦呢，唔單止就唔調查，仲要一句抱歉啊、哀悼啊嘅說話都冇，一面對着幹嘅態度，咁人哋印度覺得你巴基斯坦有心包庇都好正常噶。咁啊，所以呢件事嘅起因啊，梗係巴基斯坦唔啱噶啦。然後呢，你印度打過去巴基斯坦係冇問題嘅，但係截斷河流上游，令到巴基斯坦冇水用呢。呢個做法又係唔啱嘅喎，你河水截流，受害嘅係人哋巴基斯坦嘅平民喎，咁樣做又係違反國際法嘅喎，不妨試下換位思考啊！假如你屋企人俾人咁樣屠殺，對方仲要不道歉、不配合、不調查，起晒槓咁同你撐，咁你打唔打啊？唔打嗰個都唔係男人啊，係嘛？呢啲事情根本就唔需要上升到國與國之間嘅大戰嘅。呢兩個國家嗰啲領導層嗰啲情商都係低。OK， 今日分享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歡迎訂閱我嘅頻道，我哋下條片見啦，拜拜。